观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3月14，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市花市街有一栋旧公寓，透早6点外火烧，5个人到因进前就无开，阁有一个人救回转来。国内阁加3个武汉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个外籍的副技师，甲2个北部30外岁的男性，因拢捌去过欧洲。武汉肺炎疫情，即阵阁拖到中美洲和非洲，日本和韩国的疫情嘛是哪严重？台北市花市街有一栋4层楼的旧公寓，透早是6点外火烧，经销所散买30人，其中有6个人到医进前就无开，急救了后有1个人是恢复心跳。那火伫咧1点钟后拍花，不过导火原因阁着爱调查。台北市长郭文天嘛表示，目前消防局爱先做火场的鉴定，请大家等报告的结果出来。消防员变进阳台抢救，也伫厝内停着，则是透早6点华。艋舺花市街附近一栋老旧4层楼的公寓传出火警，经消断水灌救，电话卡也变成急救站。火势大约1点钟了后拍花，也毋过经消所散的近30人中有6名40至70岁查甫查某，互浓烟砸着。到医前已经无生命现象，紧急进行抢救。当时有没有人？还是空的？没有，都没有人。那有没有听到什么爆炸声，或是？有啊，那个瓦斯桶爆炸。我们到达的时候，其实在1楼跟2楼部分已经全面燃烧的状况，所以后续详细的起火点，包括原因的部分，我们火调会做后续的比较详细的调查。没有意识的民众都是从11号这一栋把他救出来的。这场大火出动900名的消防人员，经消事后调看监视器画面，无发现真火放火现象，导火原因有待调查。对于路建无发生重大火灾公安意外，台北市长郭文德强调，但火场鉴定报告出来，目前对起因无随便下结论。国家强调，一旦调查清楚，对公安改善一定有动作。消防局要先做火场监视嘛，起火原因呢，到底是不是纵火还是电线走，总是要搞清楚。那再做，我想是这样的，调查清楚，我们一定会做该有的反应。因为警消发现，这栋建物1楼是地管，3楼、4楼参过去的顶楼被改成10楼至20间的出租房间。监管处调查，建物是领有使用执照的4楼合法建物。过去虽然无被检举的通报记录，也将查明，敢是有违法计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内阁加3个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包括一个外籍的副技师和2个北部30外岁的男性，因3个拢捌去过欧洲，目前计共53个人确诊。另外，因为欧洲这疫情是一直扩大，所以欧洲27国和杜拜伫咧旅游疫情建议已经提升到第3级的警告。阁有美国华盛顿州、纽约州和加州提升旅游疫情建议到第2级的警示。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搁再增加3例。第51名个案是30外岁荷兰籍男性，而且是外籍航空公司的副技师。伊3月初9因为执行公务对荷兰来台湾，初10入境。第2天因为喘气困难到病院急诊看医生，因为有肺炎，经过采检了后才确诊。案例52例是北部30外岁本国籍男性，伊伫第3月初捌甲2位朋友经过土耳其转机到瑞士甲法国过世，3月初8返来台湾4天了后出现症状，经过采检确诊。案例53例是北部30外岁本国男性，伊是伫第3月初到德国出差，回国了后出现症状，检验了后确诊。他是跟着飞机过来的。所以在里面他呢有症状之后检疫，那他们的机组也已经回去了。当然我们也会通知荷航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考虑武汉肺炎境外移入个案已经有26例，尤其欧洲疫情快速上升，病例数超过3万例，所以指挥中心宣布，除了已经列入第3级的意大利以外，对3月14下晡2点起，欧洲新冠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新冠区国家，也有英国、爱尔兰这27国，以及杜拜和转机在内，旅游疫情建议拢提升到第3级警告。以上这个国家入境旅客必须伫厝的隔离检疫14天。从今天这样的2天起，已经登上飞机的，那仍然维持回来自主健康管理，但是会加强的来做。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还没有登飞机的，那到国内入境以后就是居家检疫14天。
另外，最近美国疫情提升，指挥中心也甲美国华盛顿州、纽约州、甲加州这3州旅游疫情的建议提升到第2级警示。另外，搁再过2个月，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要在瑞士的立台活召开。媒体问讲，今年争取参加的策略有啥物无同款？但市长强调，会让世界看到台湾，增加对台湾支持的力量。当然，我们会持续的去争取。那不过，我想在今年的整个的战略上面，我们都会走向就是说，希望让世界能够看到台湾，好，那能够增加对台湾支持的力道。而第2批武汉包机返来台湾的361人，即阵健康情形良好，继续伫集中检疫所做健康的检测中。记者自鸿报道。根据中国官方通报，确诊的病例敢若加11例，其中7例是对境外移入。不过，进前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讲，这病毒是对美军挖起到武汉，风声美国的国务院嘛有甲因表达抗议。另外，北京的请愿网佫出现由陈时中代替 WHO 总干事谭德赛的请愿案。不过，陈时中本人是讲，网络的资讯参考就好。中国疫情近来明显较低落来，官方通报数字13一天新增确诊11例，虽然比前一天的8例增加，不过7例是境外输入，4例来自武汉，这也是境外输入头一届超过本土新增。治愈率近1周均持续上升。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疫情形势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拓展。乌巴省也更新当地县市疫情风险等级，即马只剩武汉市犹原维持高风险等级，其他拢降低。强调疫情渐渐退落来，也毋过针对病毒到底法官自倒位，中国甲美国伫推特上引起论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着力建议病毒可能是由美军炸来武汉。美国国务院13就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听讲是抗议着力坚的讲法。I did read one article, but I don't think that article was representative, certainly not in my conversations with President Xi. And they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We all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即卖疫情伫全球摊开，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WHO 秘书长谭德赛伫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个悲伤的里程碑，也以中国为例，强调积极措施对总甲社会隔离会当预防并且挽救生命。This is a new virus and a new situation. We're all learning, and we must all find new ways to prevent infections, save lives, and minimize impact. 也毋过，谭德赛近期发言起起倒倒，引起网友批评。即马北京请愿网更加出现要求美国提名咱国卫生部长陈时中取代谭德赛提案联署。对此，陈时中是表示，网络上的资讯参考一下就好啊。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将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陈建民今仔日出狱，伊讲伊无后悔，嘛会继续追求民主自由。另外，香港的《南华早报》也报讲，中国伫咧去年的11月早就出现武汉肺炎的病例，不过中国的官方却选择暗藏疫情。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前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陈建民，14刑满出狱。占中案罪名被告朱耀明、戴耀廷，也有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这人，有着豪气走前山的黄底乌里的怀白来迎接。陈建民心情激动，讲伫家牢内底日子歹过，也毋过未后悔。但係我係完全冇後悔，冇一刻後悔，因為我覺得呢個係爭取民主必須要付出嘅代價。因應武漢肺炎疫情，伊接受訪問時也特別大聲暗，伊講相信只有民主會嘅捍衛自由法治，希望市民繼續努力。而香港疫情病例數已經超過100例，13更加增加6例，包括一個1歲半囡仔。同時，香港政府也提升歐洲26個先進國家旅遊警示。衛生署講，17開始，前14天北去這歐洲國家的民眾到香港攏需要接受強制佇厝隔離的檢疫。幾個區啊，好緊張，好多人病㗎嘛。而發言人也呼籲歐美留學生，若是計劃返來香港，應該趕緊出發。不過，港大感染甲傳染病中心總監葉碧良接受訪問時講，反對英國疫情，認為政府應該愛甲英國包括伫甲歐洲國家相款的檢疫措施做法內底。So I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 to explain to the public why the travel alert and the other quarantine measure apply only to the European countries but not to the UK. 對此，香港食物甲衛生局副局長早起講，有一直來注意個案上升國家，無排除會更新檢疫做法。
另外，香港南华早报更加指出，对独家取得的中国政府文件内底看到，头一名武汉肺炎病例已经追溯到去年的11月17日，是一个555岁查甫人。元旦至少已经有381个人获到，甲中国公据资料无符合，证明各界批评中国官方稳中疫情绝对毋是乱讲的。记者综合报道。欧美国家这武汉肺炎的疫情是哪来哪严重？即阵搁拖到中美洲和非洲，意大利昨搁加250个死亡患者，嘛创下单日上悬的死亡纪录。那美国、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嘛小连续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挪威、波兰和捷克这寡欧洲国家是宣布要锁国，禁止外国的旅客入境。美国的武汉肺炎拖真紧，已经有超过2000个确定病例。和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13宣布全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提供500亿个美金联邦资金来纾困。第一阶段纾困法案嘛，伫众议院以300多票比40票真紧通过。就连川普嘛，伫推特面顶表态支持，会提供武汉肺炎免费检疫，而且佮提供受到疫情影响的劳工有薪水病假。Put families first with paid sick leave, paid sick days,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or the children. And then other issues that relate to 3 things: testing, testing, and testing. 因川普报告确定委调的巴西外交部发言人温加藤做伙翕相，川普嘛无排除会接受检疫。那是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伫头一届检疫了后，结果真做阴性，会伫后礼拜进行第2届检疫。因为疫情，除了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外，还有西班牙。另外，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因为发现为国外意大利回来了后确诊的2个首例，所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enfrentarlo. Así que procedo a firmar, a decretar el estado de alarma constitucional que nos lleve hacia una situación plena de enfrentamiento y confrontación de esta epidemia. 另外，原本无别的国家像瓜地马拉、乌拉圭、几内亚共和国、甲台湾，伫非洲为一个邦交国家，十月底年嘛，陆续出现头一个确诊病例。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女性外交官12号确诊胃着，正做联合国纽约总部头一个确定病例。联合国嘛宣布，纽约总部所有员工除了必须伫现场的工课，未来至少3个礼拜拢必须伫厝工课。即卖已经有真侪国家，包括挪威、波兰、捷克这欧洲国家，佮宣布锁国，禁止外国游客入境。沙烏地阿拉伯更加是为10月开始停飞所有国际线的航班2礼拜。记者李上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扩大，日本昨搁加35个患者，北海道的疫情是变搁较严重。南韩发生群聚感染的电话客服中心，和世宗市政府大楼的感染人数嘛直直增加。全国的感染人数目前已经超过8000人。即阵无风声讲，北韩可能早就有人受感染。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北韩一定讲因国内无病例。对此，驻韩美军司令艾布兰表示，怀疑北韩早就出现确定病例。It is a closed-off nation, so we can't say emphatically that they have cases, but we're fairly certain they do. Their armed forces has been fundamentally on lockdown for about 30 days, and only recently have they started routine training again. As one example, they didn't fly an airplane for 24 days. 武汉肺炎继续在滚加，新北市透早就伫咧新店举行全国头一场武汉肺炎社区感染超前部署的演习，总共出动450多人，由新北市长侯友宜来担任指挥官，但市长要到现场指导。管委会公布，社区敢有真侪人为着武汉肺炎，必须进行人员管制，禁止出外。若受父母发烧，必须看医生，无人照顾囡仔，要专人斗3工来照顾。经卫生单位调查 ，A 栋有115户为接触者，需要进行居家的隔离。新北市这时早起举行全台头一场武汉肺炎社区感染大规模防疫演习，由市长侯友宜担任指挥官，并且动员各局处、国军加当地民众超过450人参加实兵演习，包括平常时伫厝防疫警备、伫厝检疫关怀、07个个案确诊等等。这个超前部署不是一句话，是要落实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你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指挥官侯友宜讲，万一发生大规模社区传播，确诊人数达到3000人以上时，会设立检查病院，由阿东病院协助收治重症患者，并且进行分流。新北市联合病院三重埔院区也清空，将患者收治在隔离病房。我们的新北市的政府是有计划、有步骤，那然后有温暖。然后今天我看到就是说，我要加上就是说有超前、有落实。侯友宜强调，防疫超前部署，若是确诊的人数超过3000人，正伫规划甲退休的医护人员找倒来支援。新北市已经设好沿海风景袂歹的3栋隔离收治中心，提供无症状也是轻症的患者2000床的床位。记者综合报道。司法单位面对嫌犯嘛，就要防疫。高雄和台南的检警最近就利用独立的空间设置防疫的侦查亭。另外，桃园的路德分局搁翕安怎掠居家隔离嫌犯的演练影片，要让警察伫咧出勤的时嘛通做好防疫。巡逻警察伫个 ATM 提款机发现行为可疑的通缉犯，经过查证是伫厝隔离对象，除了通报救护车来到现场，将嫌犯送到侦办。警察也赶紧穿着防护装备，通知警察局路德分局是全国头一个实施逮捕伫厝隔离嫌犯的演练。同时有演出错误的版本，然后及时做一个更正以后呢，演出正确的版本，让我们同仁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的治安工作以及我们的防疫安全的工作都能够兼顾。规个作业流程也制作真侪影片，互警察随时学习。不过，高雄检警进前查到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真正就是2月底拄对日本返来台湾，需要特殊检疫隔离的对象。地检署赶紧伫空旷的地下室设进门的所在，也用塑胶布给围起来。是属于独立的通道，不会跟我们一般进入本署洽公的通道重复。那并且通风良好。那另外，我们也特别将法台以及被告讯问的距离拉长到2公尺。台南地检署甲法院是更加进一步开始建立私刑侦查庭，伫警察局将假帮做好侦讯的所在。地检署甲法院拢能透过私刑问话，降低各方面人员接触机会。你代替是伫全国20个车站，希望征求84名专业护理人员做防疫天赛。工作内容包含协助监控车站红外线测温器，让旅客体温。1点钟的薪水是158块。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退烧，民众逐工就去药局排队买喙罨。不过台北市艋舺有一间药局，却宣布无爱卖喙罨，这是因为顶日发生药师无说字行唔到健保卡，民众却要求要磕头会失礼。针对这件代，药师工会嘛表示谴责，会搁深入调查。药局门口打一张广告，病人呛药师讲，唔甘愿就卖发，所以就是无卖喙罨，互原本逐工拢排甲真侪人的药局外口拢无人。台北市艋舺这间药局日前发生，药师因为还唔到健保卡，被民众要求磕头会失礼，引起关注。以国外来比的话，我们台湾是很幸福的啦，很 lucky 啦。说实在话，真的，公家些，就大家互相啦，互相本来就这样，我讲人家，你药剂嘛是服务性的嘛，对不？伊袂这样，唔是咧外好谈啦。我们要去调查嘛，哈，如果对药师施暴或者这样的一个强迫行为，我们会处以最严厉的处分。目前全台有6500间药局，超过12000名人力投入防疫物资配给。民众买喙罨出现失控行为，药师工会严厉谴责，将提供药师相关法律咨询。台湾喙罨欠名者，互民众避免欠喙罨，互各国学路。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团组将邀请药师工会出席，分享成功经验。是有接到 FIP 给我们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都还在讨论中，我们认为还不是那么成熟。让台湾表现这么亮丽的成绩，可以去做一个发表，我觉得身为台湾民间的团体，我们乐意去那边提供这方面的资讯。药师工会表示，我近的南韩、俄台湾却因为制度无周全，政府强迫药局配合，颠倒引起反弹。那顺利成功前往世界卫生大会，愿意向各国报告喙罨欠名者的成功经验。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真侪产业，因为中国也无全面开工，致使台湾3大商圈是无生意的新货通进。那韩国的生意原来受到基本减少，无法度进货，说落来，若无下总通换季，业者嘛可能面临断货、无货通卖的危机。店员将拄到货的生意分为2家，也毋过数量比以往少一半。另外一间专卖韩国衫的店家因为往来韩国的班机减少，连进货拢有问题。涨2%了，
就是空运会它连续涨2波，大概涨到多了40%的运费啊。运费起也互成本压力增加，也毋过看卖啊，规条台中市的天顶生意上款，就算是拜六也无看到真侪人，也是大卖商，即会当家己吸收。往年这个时阵，大卖商已经将热天衫上市，也毋过今年货架顶也大部分是春天的衫，也是长款的寒天衫。你库存的话，只能够稍微撑一下，大家一看啊，这个是旧的，当然就是不会去有购买的意愿。想要外贵袂当换，疫情爆发以前，真的春天衫库存存偌济，也真歹应付市场的需求。天天相关主委分析，扣除2成来自韩国，有8成会员拢来自中国。也毋过目前产线还未完全复工，就算想要进本土货也无货通啊进。这款的情况也发生伫北部的5分埔，疫情冲击无法度出国拣货，到家转来要隔20时间。也毋过会员不足，想要卖也无物件通啊卖。不能就是到大陆那边亲自看货。对，就比较麻烦一点。然后没有看到实体，我们也不敢随便叫货。业者讲，即摆人客落一半以上，就算利用网络线顶订货，也毋过品质真歹，确认毋敢订伤济。疫情冲击生意产业，这波寒冬爱继续偌久，无人有把握。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强要长种的乌面腊杯，伫咧台湾过冬了后，最近就要飞转去北平探种。毋过有一个生态摄影师，顶个月伫咧台南记录到乌面腊杯有拍种含作秀的行为，这嘛显示乌面腊杯有机会成做台湾的流角。2只乌面腊杯伫咧树顶用嘴活来活去，活久佫也就是个跳来跳去，展现出恩爱动作。尾也佫翕到斗阵来作秀。记录乌面腊杯28年的生态摄影师王定吉讲，从来毋捌看过这种的情形。等于是首次发现，一般黑面琵鹭它属于水鸟，它都是在水岸边土堤上，在那边觅食，在那边活动，但是站在树上是比较少见。这是伊第4摆发现乌面腊杯伫台南作秀，毋过过去拢是私人的鱼池啊。这摆在树顶的恩爱画面，除了头一摆看到，也代表原本应该飞离开台湾，才会进行探死的乌面腊杯，继续出现愿意留伫台湾探死的行为，有机会成做台湾的老鸟。现在都比较温暖了所以这个气候变迁的时候，可能就让它有意识想留下来，不用每1年的迁徙。透过记录，王定基希望促使政府爱更加努力，营造适合乌面腊杯探死的环境。另外，伫高屏溪口加经休困的乌面腊杯数目也创下新纪录，到13已经有72只，是去年同期的1.5倍。那北返的先头部队有可能是到了我们高屏溪这边来停栖，做一个短暂的停留，所以这样子的数量就会比以往看到的还要多。2020年的全球普查也指出，乌面腊杯数量已经超过4000只，其中飞到台湾的有2630只，是近5年来上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又是歹，听立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13度到20度。中部地区15度到24度，南部地区18度到26度，南部地区14度到21度，离岛地区14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最后，带恁来巴基斯坦看宠物选美。感谢恁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